報道稱，衡量美國股市的 MSCI 美國指數，在今年頭16周下跌11%。同期 MSCI 除美國以外的全球指數，以美元計算上漲4%，這是自1993年以來與美股之間的最大差距。德意志銀行新興市場和亞太區研究主管戈爾表示，美股表現欠佳的主要原因，源於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及關稅帶來的滯脹衝擊，導致美國資產重新定價，尤其是美元暴跌進一步擴大差距。今年以來，美元對歐元、日元等一籃子6種主要貨幣下跌幅度達8%，提振了以美元計價的非美國市場表現。金融時報指出，特朗普於4月2日宣布徵收所謂對等關稅後的一周內，標普500指數累跌12%。隨着特朗普撤銷或推遲部分關稅，該指數已收復大部分失地。另據美國投行高盛表示，自3月初以來，外國投資者已悄悄鬆美國股市撤出630億美元，約4887億港元資金，其中最大拋售方來自歐洲。摩根大通上周五公布的調查則顯示，美股將是今年資金流出最多的資產類別。有分析師預計美股仍將維持震盪。美國銀行首席投資策略師哈內特建議，在不確定性徹底結束前，投資者應趁美股及美元反彈時沽出。他指出，市場的痛苦交易表明未來還會有更多下行空間。由於美元正處於長期貶值趨勢中，資金撤離美國資產的趨勢也將延續。